7年前大年30的晚上，刚做完膝盖手术的师傅满心欢喜地去机场接从东南亚旅游回来的儿子一家。结果师傅没等来他的儿子，却等来了一通来自航空公司的电话。师傅这一等就是7年，每年的大年30，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机场，等待着永远无法相见的亲人们。我师傅他怎么了？你就是刘清明家属啊？对。机场工作人员说他端了盘饺子，在机场晃来晃去，说是来接儿子的。但是今天没有他说那个航班，所以就报了警。我们从他手机里找到他儿子的联系方式，一直联系不到。师傅，裴鑫到海家了，怎么会错？我这还登记完了，你看我讲座都做好了，我在机场等了他半天，也不见他人，他去哪儿了呢？我儿子会回来，这些事儿可是谁也没说起。等着你来我梦里，田野或荒地，还有银河里那个是你。有人在哪里？用什么心情？习惯了找寻。可寻，每一粒尘埃都是。本市 G102国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另一辆油罐车侧翻爆炸，导致后续车辆发生连环追尾。事故造成19人死亡，30人重伤，4人轻伤，死者全部送往市殡仪馆处理后事。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修复完成了，刚解决，因为是车祸，现场断肢特别多，很多遗体都需要面部和义肢的修复，我快忙死了。那就咱们呀，得忙到什么时候啊？花开有情，时光了勇气，温柔的风吹，拂着那温暖的光，吹过屋顶，吹过眼睛。都别愣着了，赶紧动起来！外边的家属还等着他们亲人回家呢。把队的车推走啊！3月，准备归轿。好。亚楠，准备缝合。其他实习生、男生搬运遗体，女生清理遗体，都动起来。风景等着你来我梦里叮咛，田野或荒地。还有银河里，那个是你。无论在哪里，用什么心情，习惯了找寻。我都没想到你。这个是我的一本工作日记，记录了我在这些年遇到的一些比较棘手的修复案例。这样，我走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云南、西藏，自驾游，想去哪儿去哪儿。是你，走了。是你。行了。哎呦，烦不烦？